第3日，我哋驅車從林芝市區出發，途經色季拉山口及魯朗，到波密全程係230公里。特別推薦呢間茶館，甜茶同埋早餐都好好食。高反唔舒服嘅時候，食上呢碗牛肉湯飯真係好舒服。呢間早餐強推，光盤點讀。到咗4728米嘅色季拉山口，我就落唔到去啦，高反好嚴重。Hello， 好好就識用袋食飯。係咯。靚遠啲，你想笑乜啦？小泡槍。俾半隻我，幫俾埋嗰隻包我。好餓啊！呢度腳底下有隻乜？有隻乜撈仔？小乜茶？有隻馬騮爬都喺我哋部車。點算啊？有咩啊？358蚊嘅套餐，呢啲就配。可唔可以飲下個湯？好甜啊！食完個魯朗石鍋雞，開一陣車就到咗呢個魯朗高山牧場。咁由於係冬天嘅緣故啦，草地都係黃黃地，但係呢整體感覺都好溫暖嘅。如果唔係因為我高反唔舒服呢，其實落車喺草地上奔跑都好正。而且因為係淡季啊，冇乜人，好容易出大便㗎。這裡有大牛牛，哇！